请咱做伙上帝的话，请咱做伙来拍开咱的圣经，请咱做伙来看《使徒行传》第5章第38节到第42节，《使徒行传》第5章第38节到第42节。38节，当我甲恁讲，目的插遮的人，放久在因，因为遮的计谋，遮的所做，若出的人的确要败坏；若出的上帝，恁就会败坏因。搁惊了恁，也是甲上帝交战。因就趁伊调使徒来拍因，命令因莫得用耶稣的名来讲，就放因。使徒离开公会前，拢欢喜，是因为因得到看做会堪得为着这个名受能力，就伫殿内，伫人家教士人，传耶稣做基督，但日无煞。咱圣经读到遮，今日咱邀请的是张硕恩，甲咱正道。今仔牧师要正道的题目是教会成长的道，教会成长的道，请牧师。兄弟大家平安。真多谢辅导师班也随的时光引带咱来敬拜上帝。今日我是受台湾新南医车派代表新南医来咱的教会来主持主日的礼拜。徛伫遮，感觉时间过得真紧。我记得我顶摆徛伫遮主持礼拜，可能是20几年前。我捌伫咱的教会做团队牧师，迄个时阵派伫3支，伫3支开拓3支教会，所以迄个时阵有机会倒转来舞会，带礼拜讲道，得到咱教会或者对3支教会真侪关心，对于阮牧家真侪照顾，所以逐摆拢回想这段时间，是来感谢，是来感觉非常的感谢。倒转来咱的舞会看到真侪真。熟悉的脸孔真熟悉的人，总是嘛看见有真侪咱的新的兄弟姐妹所以真感谢上帝过去这段时间引带咱淡水教会，特别伫这几年无牧师的期间咱兄弟大家做伙参与伫教会圣工起在咱的教会，通继续伫淡水这个所在，食最光、食最盐来迎供上帝。今日受派来咱的教会，当然是代表新南医咱正兄弟表示感谢多谢咱过去对咱新南医的关心带导以及奉献，所以也伫遮爱邀请咱继续咱对新南医的关心。咱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有3间新南医，要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做牧师一定要经过这3个新南医训练，毕业了后才会通才做通到遮。一间是这个台湾新南医，伫草山的所在第二是台南新南医，伫台南；另外就是玉山新南医，伫花莲的所在。咱的总会定定每一年拢有1摆的纪念主日，来为着遮的新南医来关心、来奉献。咱新南医伫这几年的发展，以及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这几年发展，将来咱有一个真大的这个烦恼，就是讲牧者会愈来愈欠。有人预估讲10年以来咱长老教会因为牧师退休以及读新南医的人愈来愈少，所以大概有会欠300-400个牧师，有人是安尼评估啦未来10年内底安尼所以就新南医就真需要咱大家一方面鼓励咱的教会的青年来读新南医献身，虽然献身这条路是无简单的事服，总是咱来鼓励咱的青年，互因有机会伫新南医受造就，然后会通伫教会来服侍。
哦，另外就是咱来帮助先伊有更较侪资源来真做因的运用来训练好的老师训练栽培好的学生，通真做教会的帮助。咱在国立大学的大部分的经费是国家的帮助，咱的新南医虽然有立案，但是每年对政府领到的补助其实真有限，总是政府要求这款的咱的宗教的这个学校拢有一定的要求，一定的标准，特别伫经费顶面的运用，拢有一个真严格的规定，所以现在立案了后，就产生一个真大的困难，就是私立学校，咱算是属于私立学校，咱会当对政府领到的补助其实是无济，总是咱却需要下伫即个私立学校的即个法规的要求，来运作咱的学校，现在伊每年拢爱透过到国教会去募款，即大概占80%的经费是需要靠国教会的关心，通支持新南医，或者新南医会通有够额的经费来运用，所以每一年拢爱设一个主日来邀请兄弟姊妹来关心，所以伫遮也搁一摆呼吁咱众兄弟大家做伙来关心新南医，咱有好的新南医，有够额的老师训练优秀的学生，毕业了后就真做教会的帮助。所以这比较这一个善的循环、好的循环，所以新南医需要咱教会需要新南医栽培学生，新南医需要咱来支援，所以这搁一摆代表新南医甲大家说对声，所以也搁一摆邀请大家做伙来关心新南医的发展。今日咱所读的圣经，则是初代教会所发展的一个描写。初代教会其实是真侪现代教会学习讲怎样去做一个健全的教会的一个真要紧的范例。咱这初代教会要宣扬耶稣是基督，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对于有希腊罗马背景的人来讲，因感讲，神明有神明的世界，人有人的世界，所以虽然会当互动，总是因为政治的关系、地学的关系、宗教的需要，特别基督徒主张讲袂使拜皇帝。所以对罗马人来讲，对这当时统治的希腊罗马社会来讲，要宣扬耶稣是基督，只有独拜这个真神，罗马人可能真困难接受。对犹太人佫较是安尼，要接受耶稣是基督，非常的困难。咱这犹太人是主前586年，圣殿互巴比伦人毁坏了后，百姓就受掠到这个迁徙，到这个巴比伦帝国真侪所在去。长期伫外族的统治的下面，所以犹太人真期待讲有一个弥赛亚来临，会通带犹太人挣脱这个捆绑，建立一个互外邦人所欣赏学习的一个国度。犹太人拢自诩讲阮是上帝的选民，阮要去做一个亲像世界的灯火一拍、光灯明火的这款的国家，互全世界人去欣赏。所以有一个弥赛亚会通带领犹太人来赢过这个外邦的控制，这对犹太人来讲是长期以来一个非常强烈的期待。所以弥赛亚一定是一个拯救者，一定是一个胜利者。所以你想看卖，迄个在宣扬顶十字架的耶稣做弥赛亚、做拯救者，这对犹太人来讲，无法度通接受，无法度通想象，迄个弥赛亚竟然会顶伫十字架。其实一直到今日嘛是安尼啊。犹太人无法度通接受耶稣，上大的原因也是安尼，因也在期待迄个胜利的弥赛亚的来临。其实照历史的记载，第1世纪前后这几十年今日咱所读的经节内底有讲到一个人的人名咱无读到咱头前一节内底有讲到。伫这前后耶稣前后这50年、100年以来伫
即个犹太地至少有6个人，自称是弥赛亚，甚至有人甚至是列比认证，讲即个人是弥赛亚，所以引起罗马人甲犹太人甲罗马人的战争，总是最后这个人拢失败，拢消失，只有耶稣的学生，伫耶稣埋葬了后，要世界咧宣扬讲耶稣已经过活，耶稣对死过活，耶稣是即个拯救者，耶稣就是咱咧期待迄个弥赛亚。所以对犹太人来讲，这是无法度通接受的一件代志。其实耶稣的教授个过程中间，为虾米犹太人一直想讲要将耶稣钉十字架，甚至早就想讲要杀死耶稣？我举一个例吼，耶稣伫安息日医病这件代志，这件代志其实是非同小可，非常影响犹太人宗教，甚至摇动整个犹太宗教体系一个真要紧的代志。安息日袂当工作，这是摩西的命令。伫《古经》内底所写，安息日袂当工作。啥物是工作？工作内容是啥物？一直到今仔日，犹太人伫即个犹太地所在，因的生活要接受即个安息日袂使工作。即个条例好，安息日袂当工作，内容是啥物？因为圣经内底、我经内底写讲安息日袂当工作，无写讲啥物叫做工作，所以就需要列笔一代列笔解说讲啥物叫做工作。今日咱若去以色列旅游时，咱就发觉讲，我顶摆去的时阵吼，迄个电梯啊，迄个福铁路的电梯吼，若安息日到，你毋免试，伊逐站家己停，逐楼家己停。因为安息日的工作包括你饲电梯啦，到今日要安尼咱感觉真趣味吼，所以到今日要安尼。耶稣的时代，安息日袂使工作，袂当行偌远，是对恁兜的门口开始算，对恁兜的壁甲开始算，还是对恁兜的中徛起的所在开始算，这拢列笔的解说。所以列笔解说安息日袂当工作，这就比较在一个权威安息日袂当工作，包括安息日袂当医病，耶稣的时代，因有一个规定讲，对于讲即个人无甲医就死去啊，无若是无即个情形，安息日你就袂当医治人。问题产生耶稣伫安息日医病人，对吧？而且佫医治了会好势，病得到医治，这摇动犹太人的宗教思想。宗教体系，上帝照列笔的解说是讲，上帝讲袂使工作包括安息日袂当医病，所以意思是上帝禁止安息日医病，对吧？所以安息日医病，照讲毋是上帝的心意，所以安息日的医病一定袂好。因为上帝禁止嘛，迄毋是上帝的心意。结果无拍算耶稣医治，伫安息日医治，却医治会好。要来解说，耶稣讲我是安息日，人主是安息日的主嘛，对吧？这是耶稣家己解说，所以遮个法利赛人免怎看这件代志，因的解说就是讲耶稣借着鬼王医病啦，对无？所以耶稣借着鬼王的溃烂，安息日医病才会好啊，所以毋是上帝，互这个人的病得到以后，所以就讲。这个观念，甲耶稣医病的溃烂带去，这是一个邪恶的溃烂。所以是明耶稣安息日医治人是会好，所以若是耶稣若主张讲，人主是安息日的主，我的工作是对我的医治的权柄是对上帝来，安尼就摇动列笔对安息日医病的解说，对吧？就摇动安尼就变做讲列笔的解说可能有问题安息日医病，若是耶稣的权柄是对上帝来，安息日会当医病袂？因为耶稣医治会好，所以安息日医病这件代志是无问题所以安尼就反转对抗列笔对安息日医病的解说。所以犹太人就讲，当时耶稣时代
宗教领袖、遮个列比、遮法利赛人，后来感觉讲耶稣的教示、耶稣的行动，会震动因伫即个犹太宗教的领导的地位，所以就想讲一定爱将耶稣抬互死，互伊袂通阁做遮个工课。所以今日所读的经节就出现即款的问题。遮个人伫宣扬已经死去的耶稣，钉伫十字架顶的耶稣是弥赛亚，相反，犹太人的宗教体系，所以因就无法度通接受，所以将遮个学生掠来，经过因讲袂使阁讲，若无就爱处罚吼。后来圣经甲咱讲，有啥物人起来讲替因讲话？好，咱手中有圣经，咱拍开到即个使徒行传的第5章，第5章。其实咱对38节开始读37节有记载一个人的名，即人以后做家家的事，阁有加利利的犹大出头，因有百姓趁伊，伊也袂无，对伊的人也拢死煞。即个犹大当时就是家己讲伊是弥赛亚，所以即个加巴列讲即个例，来甲遮个公会的领袖讲，好打遮个人我甲恁讲无得插遮个人，放故在因为即个假无，即个所做，若出伫人的确会败坏；若出伫上帝，恁就袂败坏因。行了，恁也是甲上帝交战。所以加法的即个解说是因为即个背景，当时足侪人讲伊是弥赛亚，至少6个，结果失败，有诶就无去。有一个讲我讲一个笑话，有一个讲伊家己是弥赛亚，所以大家讲叫伊印证，伊就行去到迄个圣殿的顶悬，讲我若跳落去，平安无代志，我就是弥赛亚。这人真正跳落去，结果摔死伫个骹了。有即款真侪即款初代教会的背景的记录。所以相反，遮个人当耶稣的学生在宣扬讲耶稣是弥赛亚的时阵，对于他来讲是无法度通接受，总是干嘛咧讲毋通，顾在因去。若是出在人啦其实就进前遮个咧，出在人伊自然就败坏。若是出伫上帝，就惊讲恁甲上帝是做对头，恁甲上帝交战。所以后来议会人听即个加玛列其实是当时那在耶稣的时代有2个真出名的即个列比的学校派别一个叫做小麦，一个叫做希勒这2个真伫耶稣的时代真出名即个加玛列就是迄个希勒即个列比大列比的孙啦，所以讲话真有分量所以甲公会人讲出在因去出在因去所以后来公会人就接受即个加玛列的建议，所以圣经甲咱写讲40节因就趁伊调使徒来拍因，命令讲恁无得可用耶稣的名来讲，就放因来使徒来离开公会了后，即个使徒因拢欢喜，因为因得到看做是为堪得，为着即个名受荣辱，因就伫殿里伫人间教示人，伫人间即个原文的意思是爱家爱户，爱家爱户。即个学生对头发因非常的热烈，非常的热切。伫殿内，伫殿里，去圣殿内底殿里，伫人家，逐人家内底去传耶稣是基督，逐日无煞，逐日无煞。这是咱今日所读的圣经，其实咱今日要搁看搁较长的段落啦。对咱拄则所读对第5章，其实对17节开始，一直咱若读即个使徒圣经使徒行传一直读到第8章。第8章讲第1节，迄日伫耶路撒冷教会拄着大困毒，使徒以外拢四散伫犹大、撒玛利亚遮个地方。到第8节，第8章的第1节的结论是讲。对第5章、第6章、第7章，一直描写到第8章的第1节，讲迄日到迄日耶路撒冷的教会拄着大迫害。咱要看这大段的故事来讲，咱教会发展、教会健全，还是讲教会进步的道理伫什么所在？
今日咱圣经真长，所以咱无法度通将即个经节读甲煞吼，所以我们咱大家登去了吼，对第5章落尾读第6章、第7章一直到第8章，咱会发觉讲初代教会到底面对啥物问题？伫遮尔大压力内底，为虾米初代教会颠倒发展起来？受困着的过程中间，受压迫的过程中间，受到否定的过程中间，因所传的道理无人要接受即款的情形的内面，为虾米初代教会发展的愈来愈兴旺？通成做现代历代以来教会学习的模范。第6章其实讲一个真要紧的过程，吼。第6章当迄时学生加添侪侪，有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对希伯来发个怨言，因为逐节的降级无顾着因的寡妇。这个学生叫正学生来，使徒叫正学生来，后来就选7个执事来做这个工课。然后第6章第7节讲上帝道理愈兴旺，伫耶路撒冷学生的数业加添真侪，这是顺服伫福音的也真侪。然后第8节开始，第6章第8节来讲司提反受领的这个过程。第7章讲司提反伫这个审判的时阵所讲的道理，一直到第8章开始讲教会受到大迫害。这段故事其实真做历代教会对初代教会学习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关键。咱简单来讲这几项事，吼。第6章开始讲到，有讲希腊话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发怨言吼，因的生活无顾着因的寡妇，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犹太地是安尼吼，一直到今仔日嘛是安尼，真侪外地人倒转来，外地犹太人倒转来犹太地生活。信耶稣的人嘛无例外。福音传开了后，对保罗对主后34年、35年开始往外传，渐渐到小亚细亚，渐渐到欧洲，一直到罗马，一人开始有机会听到耶稣信耶稣。信耶稣了后，这犹太人有人想看倒转来犹太地生活。所以就发生讲，有讲迄年话，就是对外地倒转来到伫犹太地生活的，这个寡妇无受到照顾。咱想讲，是毋是教会的资源无济？是讲教会初代教会伫起造的时阵吼，就是忽略这个人。吼，其实咱若搁较深入来理解这段经节，咱会发觉讲，初代教会有一个真要紧的发展，帮助初代教会的发展。根据一寡文献的记载，初代教会的文献就像初期迄个罗马社会的这个文献的记载，寡妇得到照顾，这是犹太人真久长的传统。这也是上帝伫这个摩西律例内底所讲。真要紧的传统，照顾孤儿寡妇，照顾出家人，所以犹太人伫耶稣时代有一个做法，照顾这个寡妇，就讲这个出家人、孤儿寡妇，犹太有一个做法，伫每一个城内底拢会派有祭司身份的这个官员，就是讲因会堂内底啦，有祭司身份服侍的人，伫因的庄舍内底去调查，然后去执行一个自身的事工，就是讲每一个寡妇的家庭，伫这个安息日的进前，就有人去分食物互因，爱分14顿的食物，意思是为咱要分遮济，意思是讲安息日迄天有物件通食，所以遮个孤儿寡妇会通专心守安息日。安息日的前一日嘛有物件通食，为虾米？惊了因恐惊家己生活袂当继续落去，因袂当专心守安息日。安息日的假讲嘛有物件通食，原因是惊了因伫安息日咧想讲我明仔载毋知要食啥，所以安息日袂当专心。所以为着要互即个孤儿寡妇的家庭会当专心守安息日，所以安息日的进前后壁的食食
拢伫犹太人的祖先的事工内底。吼，因来每一个安息日到，因着派人去做这个工课。所以照讲，才会对外地倒转来，无论伊是讲希腊话，无论伊是讲希伯来话，才会官府拢爱受到照顾。哦，这是照因的传统，这是上帝命令，也是因认为讲做这工课是替上帝在做。所以为什么有人会无受到照顾？哦，这个时阵耶稣的学生还伫圣殿底宣讲耶稣，意思是因也未脱离犹太教。基督教甲犹太人分裂大概是主后70年，甚至到135年以后的代志。所以这个时阵，因要生活伫犹太系统的内底，所以照讲伊应该受到照顾，特别才会对外地倒转来，因为这是犹太人的传统。所以为什么因会无受到照顾？甲迫害有关系。哦，所以这几大段咱咧讲教会，即信耶稣的人受到迫害，所以真可能是这个官员做这个工课官员，因为这个人信耶稣，所以条工无爱照顾因，条工无爱照顾因。哦，这也因为为什么最后第7节讲，这些顺服伫福音的也侪侪。为什么咱第6章读落了，等到这些会来信耶稣？这无简单对无？哦，这些是宗教体系内底真了紧的人物，后来因竟然来信耶稣，为什么？但咱讲为什么这个人无受到照顾？因为因检测是因为信耶稣，所以犹太人要处罚这个吼，拄则讲拍因命令，因毋通做，结果因出去了安怎？继续伫殿里，逐人家内底传耶稣是基督，逐日无煞。所以犹太人反对讨厌这个人，讲为什么迄个定十字架耶稣，你竟然讲伊是以赛亚，阁有遐济人信，所以就调工无爱照顾这负责人。好，教会免啊面对，学生免啊看这件代志。咱看后来学生安怎做？第一，10个学生叫正，使徒叫正学生来吼，讲阮将上帝道理放下伫办理假释，无效期。所以兄弟啊，恁就对中间选7个人来办理这个事。好，意思是讲，教会虽然受到犹太当局的迫害，总是这信耶稣的人组织做伙，因欢喜承担，继续照顾这需要的人。这是头一个学生的反应。哦，但是学生毋是真有资源的时阵。总是这个学生欢喜继续照顾这个需要照顾的人。其实基督教会照顾需要照顾的人，毋单单是照顾教会内底的人。初代教会发展非常的紧，一直到第3世纪、第4世纪，整个罗马社会当然为了政治因素，所以真侪人就来信耶稣，成做罗马帝国的宗教。其中有一个真要紧的关键是，这教会会通照顾人，毋单是照顾家己的人，佮照顾外面的人。毋是因为教会真有资源，教会才做这个工课，是因为这是耶稣基督互咱真好的教示，耶稣本身真好的范例，互咱学习。吼，我当时吼到第2世纪、第3世纪、第2世纪是有一个罗马皇帝。叫做尤里安2世，伊讲基督教会吼，伊是第2世纪的皇帝。讲当时的教会发展遐紧，遐尼侪人信，伊伫伊的批信内底安尼写，我中文他讲对陌生人仁慈，对亡者的下葬的关怀，以及他们假装的圣洁。这个是反耶稣的，我看基督教一个皇帝，伊写批甲伊的朋友讲为什么教会遐发展遐尼紧？伫我的辖下为什么？遐尼侪人信耶稣？伊讲因对陌生人仁慈，对亡者下葬的关怀，以及他们假装的圣洁，意思是讲，因真献给信用典面。另外一个所在，伊讲伊安尼写，伊讲这是一种耻辱，这些不敬虔的是不拜皇帝的加利利人就是基督徒，他们不仅帮助自己的穷人，也帮助我们的穷人。
因为咱通想象，当时教会毋是真有资源咯，总是教会面对人的需要的时阵，无将教会的门关起来。这是初代教会发展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关键。教会把门拍开，关心需要关心的人。教会要怎成长？教会要怎复兴？爱甲教会门拍开，关心需要关心的人，毋单单是教会内底的人，也关心教会外面的人。这是学生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学生安尼讲，阮来继续专心，第四节，阮来专务祈祷团队。学生讲，阮来专务祈祷团队，正人欢喜即个话。学生无因为做这工作，袂记得教会应该有的主体以及要紧的工作，所以这学生伊专务专心伫祈祷，专心伫团队里的圣工的顶面。对，像下这咱每一个基督徒，咱拢爱知，伫咱新教的概念、万民该祭司的观念的下面，咱毋通想讲只有牧师传教者是即个当然牧师传教者是让伊受训练，受栽培，来诚做教会讲道的即个长老啦吼，伫咱体制内底吼，牧师嘛是长老，伊主要的副工作是讲道，所以是伫咱的观念内底，伫咱信仰观念内底，咱每一个人拢是服侍的人，咱每一个人拢是爱专务伫基督甲团队的人，当然，遮讲学生是讲，阮做受调来做，比如说学生，阮来专务伫即个基督团队即个事工。所以到今仔日，咱信仰的观念是讲，其实咱每一个人拢是专务爱做基督团队里的人。特别是基督的顶面，基督毋是最后的选择，基督是咱生活的基础，基督是教会发展的基础。基督是事工的基础，事工振动的基础。所以咱兄弟姊妹拢应该拢常常为着教会祈祷，为着教会的事工推动来祈祷。这是教会成长一个真要紧，另外一个真要紧的关键，也是这段圣经内底学习的反应。认真为着教会祈祷，当然认真团队里，这也是咱每一个做基督徒应该有诶。概念吼，毋是牧师徛伫台顶伫传福音，伫讲的当然牧师受训练来讲解圣经，总是咱每一个兄弟拢爱有即个学习，也是讲有即个能力，咱拢爱伫信仰顶面努力来追求、超吹，然后咱拢会通做团队里的人。第八章后来第六章到第八节开始，以及第七章司提反的讲道。这是一篇真好的一个见证。司提反讲道其实嘛是摇动犹太人对旧约来的传统，所以后来司提反就石头甲伊钉死，罪名是亵渎上帝、亵渎圣殿。所以做基督徒努力伫信仰的顶面学习，知影咱都所信的是甚物，知影咱信仰的内容是甚物，然后咱会通伫生活中，咱会通伫咱所行所做。上帝所交代，互咱无相反积分内底，无论伫教会，无论伫咱的生活的环境内底，伫咱工作的环境内底，伫学校内底，咱拢爱成做一个会晓得团队里的人。咱为着教会祈祷，为着教会圣工祈祷。所以这是第二个学生的反应。最后一个学生的反应是，经7个人，腓力、彼得哥罗、尼加门、提文、巴米纳。甲捌是犹太教的阿提亚人尼哥拉，这7个人咱真趣味看哦，这7个人的名拢是外地倒转来，外地倒转来，迄号名吼，咱台湾人号名嘛真趣味吼，你若听到天上啊，就是知影讲，这个家庭内底可能需要一个查甫囡仔吼，蒙幼啊，可能是这个家庭生足一个查某囡仔，所以蒙幼蒙饲安尼吼，
有哪有即个啊？犹太人因咧号名嘛真特别，吼啊，遮个人的名真明显，可能拢是拢是迄个希腊背景倒转来的人。遮个人欢喜参与伫教会的圣工，出来教会真好特色。无论你对倒对来，无论你是啥物时阵来，吼，照今日咱所讲，无论你啥物时阵来到淡水教会，可能30年、40年，你可能来咱教会只有3年、4年，无论你啥物时阵来到咱的教会。咱拢应该参与伫教会服侍。真做教会信徒，你就毋是人客，你就要参与教会服侍。教会服侍，咱会当家己观察，咱会当问咱的长老、执事，是咱的各团体服侍同工，请因帮助咱。我想要服侍，请你帮助我教会服侍。咱嘛当家己观察教会到底有啥物需要，咱嘛当主动来参与伫教会服侍。这个人欢喜受敬，欢喜受派，来参与教会服侍，这拢是新进才倒转来的。所以教会要发展，需要咱大家做伙参与，需要咱大家做伙同工，参与伫圣工内底，无论你是啥物时阵、啥物因端来到教会，啥物时阵来到教会，30年、40年也好，3年、4年也好，拢属伫一间教会，咱就应该有份。伫教会的服侍，初代教会发展，值得真侪教会学习，值得真侪教会帮衬，有这3个特色：一个关心，无论教会内、教会外；第二认真，伫信仰的学习，伫祈祷的时间；第三参与，无论啥物时阵入来教会。参与伫教会圣工，做伙去做教会。教会发展，对只讲对少人，甚至到连祭司都来信。原底应该做主线事业的祭司，结果因为万道的关系，因为处罚的关系无做，结果连到教会人家己伫困难中间继续做这工作，所以祭司受感动来信这个道理的人真多，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咱的教会去做也是安尼，我相信上帝就将一个人继续加添伫咱的教会。三甲大家祈祷，主感谢你，予阮三甲学习对初代教会发展的经过，成做阮的提醒甲帮助，帮助阮成做一个会通服侍人的教会，关心人的教会，帮助阮成做一个会通大家做伙参与服侍教会。帮助阮正向做一个认真学习、认真祈祷的教会。愿意主你继续引导阮的教会头前所要行的路程。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